而家係智慧牙發炎啦，導致嗰個牙肉疼痛，要去拍個牙片睇一下嗰個智慧牙咩情況。一定要照 CT 啊！人哋講話輻射好大噶喎，可唔可以唔照 CT 啊？今日同大家講一下牙科 X 光嘅超能力。你肉眼睇到嘅牙齒只係冰山一角，X 光可以影到。你睇到嘅係表面健康嘅牙齒，但係其實 X 光底下已經睇到住得非常之深啦。好，X 光有咩危害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一下。我哋維港口腔牙科嘅 CT 設備配備國際知名品牌，包括三星、飛森，仲有西門子等高端影像設備，確保為患者提供精準、安全嘅數字化診療服務。一次牙科 X 光等於食10條香蕉嘅輻射量，我哋仲有防輻射保護，輻射量再減50%。你嘅牙齒好定壞，一影就知。